大家有冇諗過，點解而家喺香港食餐飯，好似越嚟越難揾到嗰種啱啱好嘅感覺？唔係貴到要攞半個月人工嘅富豪飯堂，就係平到只求填飽肚嘅兩餸飯。以前我哋放工同屋企人去大圍食餐生昌潮州海鮮酒家，嗌返個打冷，同老闆傾兩句，嗰種又有質素又有情懷嘅中產消費模式，好似一夜之間消失咗咁。生昌呢間開咗超過30幾年嘅老字號，宣布執笠嗰一刻，其實唔單止係一間餐廳嘅結業，而係一個時代嘅警號，話俾我哋聽，香港飲食業嘅中產崩塌正式開始咗。其實生昌執笠，對好多住喺大圍或者沙田區嘅街坊嚟講，真係一件好震撼嘅事。大家諗下，由2001幾年到2002幾年，經歷咗咁多風風雨雨，沙士又過咗，疫情又過咗，點解偏偏喺2024年呢個號稱復常嘅年份，呢啲咁有根基嘅老字號會頂唔順？好多人會話係因為租金貴、人工高，或者係因為北上消費。但如果你深一層去睇，呢個係成個香港消費結構嘅斷裂。生昌代表嘅係一種中等價位、高質素服務、帶有人情味嘅餐飲模式。喺呢度，你用3幾百蚊港紙，可以食到好地道嘅凍蟹、滷水鵝，有一班識咗幾十年的熟手伙計招呼你。但而家呢種模式喺香港已經無生存空間。點解我話係中產崩塌？你睇下而家香港嘅街道，最旺嘅係咩？一係就係幾千蚊位嘅 Omakase 或者私房菜，呢啲係服務緊香港金字塔最頂端嗰5%嘅富豪。對佢哋嚟講，2、3千蚊一餐飯，同我哋食碗雲吞麵差唔多，所以富豪飯堂永遠有市。另一邊廂就係成條街都係嘅兩餸飯，30幾40蚊有一大盒，效率極高，食完就走。中間嗰層，即係嗰啲人均消費150蚊到400蚊之間，想追求少少生活質素，想有個舒服地方坐下，想食到師傅手藝嘅中價餐廳，而家係最慘。呢批原本撐起香港經濟嘅中產消費者，一係就變咗精明消費者，覺得香港食嘢太貴，寧願平日食兩餸飯慳錢，週末先一次過上去深圳消費，一係就係已經移民走咗，導致呢個消費層出現咗一個巨大嘅黑洞。生昌嘅老闆其實好坦白，佢話而家嘅生意額跌到得返以前嘅3、4成。大家諗下，一間老字號，口碑咁好，都要面對咁樣嘅斷崖式下跌，係幾咁得人驚。呢個就係我講嘅效率徹底驅逐情懷。喺今時今日嘅香港，情懷係要成本價。你要維持生昌嗰種老牌酒家嘅味道，你一定要用老師傅。老師傅嘅人工唔平，而且佢哋有嗰種火氣同堅持，唔會同你用料理包，唔會同你求其。但當消費者追求極致性價比嘅時候，呢啲堅持就變成咗累贅。而家好多連鎖店點解仲生存到？因為佢哋已經將飲食變成咗工業。你入去坐低，掃2維碼點餐，5分鐘之後碟嘢就送到你面前。嗰碟嘢可能係喺中央工廠預先整好，送到鋪頭只係翻熱。成個過程唔需要人情味，唔需要交流，只需要效率。呢種工業化飲食徹底擊敗咗生昌呢類師傅手藝店。對於好多趕時間想慳錢嘅後生仔嚟講，佢哋可能覺得生昌呢啲叫老土，覺得要等位，要同伙計交流好麻煩。但佢哋唔知，當呢啲餐廳一間一間消失嘅時候，香港嘅飲食文化亦都隨之崩潰。我哋再講講北上消費呢個話題。2023至2024年，香港人返大陸消費嘅熱潮真係可以用瘋狂嚟形容。個個星期六日，羅湖、落馬洲、深圳灣全部都係人。點解？因為嗰邊嘅服務水平、裝修環境，再加上嗰種極致嘅效率，令到香港嘅中等價位餐飲顯得好唔抵。喺深圳，你用200蚊人民幣可以食到海底撈咁樣嘅服務，或者係好有特色嘅地方菜。喺香港，200蚊你可能仲要俾人限時90分鐘，坐喺一個狹窄到隔離台講乜你都聽得清清楚楚嘅位，仲要俾個伙計黑面。喺咁樣嘅對比之下，
香港嘅中等價位餐廳根本無還手之力。呢個情況導致咗一個好極端嘅結果，我哋嘅飲食業發展出咗一種畸形走勢，一邊係不斷向上嘅奢侈餐飲，服務緊嗰班唔睇價錢嘅富豪，佢哋追求嘅係稀缺性，係一種身份嘅象徵，所以幾貴都有人食。另一邊係不斷向下衝嘅生存餐飲，即係兩餸飯。兩餸飯喺香港嘅興起，其實係一個好悲哀嘅社會現象。佢代表住香港人嘅生活水平，對生活嘅要求已經降到最低點。大家唔再追求食得好，只係追求食得飽同食得平。當一個國際大都會嘅街頭巷尾都係兩餸飯嘅時候，你話俾人聽呢個城市仲有活力，仲有中產生活，真係無人信。西昌嘅結業係一個象徵性的警號，佢話俾我哋聽，舊有嗰套靠質素、靠口碑、靠人情味嘅經營模式，如果無大財團撐住，如果無自己鋪，根本無可能喺而家呢個高成本、低消費意欲嘅環境生存。好多人會話，執咗咪執咗咯，咪食第間咯。但問題係，當所有生昌呢類嘅餐廳都執晒之後，我哋仲有咩選擇？係咪以後想慶祝生日，想同老人家食餐好啲嘅飯，一係就去食連鎖酒樓嗰啲機械式嘅套餐，一係就去富豪飯堂俾幾千蚊？呢種中產崩塌嘅現象，其實反映咗香港社會結構嘅改變。以前嘅香港係一個橄欖型社會，中間層最闊，呢班人有穩定收入，願意消費，支撐起咗大量嘅中價位、高質素餐廳。但而家呢個橄欖中間變咗個細腰，越嚟越多人跌入咗基層消費，或者選擇唔喺香港消費。而原本嗰班有錢人，佢哋嘅財富依然穩固，甚至因為資產升值變得更有錢。呢種貧富懸殊直接體現喺飲食業上面。效率而家係香港餐飲業唯一嘅信條。為咗生存，餐廳要不斷縮減人手。你發現冇？以前去茶樓會有姐姐推車仔賣點心，嗰種互動，嗰種熱鬧係有溫度嘅。而家全部變晒用手機掃碼，點完之後由個機械人送嚟。係好有效率，係慳咗人工，但嗰種食飯嘅樂趣冇咗。你面對嘅係一堆冷冰冰嘅代碼同金屬。生昌呢類餐廳，佢哋嘅靈魂係喺人身上，係師傅對食材嘅處理，係伙計對客人嘅招呼。當效率變成唯一追求嘅時候，呢啲嘢通通都被視為無效率嘅垃圾，被徹底驅逐。我身邊好多朋友以前好鍾意四圍去揾好嘢食，而家佢哋好多都話喺香港食飯真係智商稅。2024年啦，大家對錢睇得好緊。如果你一餐飯收我300蚊，但你俾我食料理包，仲要限我時，仲要收加一服務費，咁我點解唔去食兩餸飯，或者返大陸食？呢種情緒喺中產圈子入面蔓延得好快。當一個城市嘅中產階層開始覺得喺度消費係被斬菜嘅時候，呢個城市嘅服務業就真係危險啦。生昌執笠，亦都反映咗香港店鋪租金嘅荒謬。雖然話而家市道唔好，但好多鋪位嘅租金依然企得好硬。對於呢啲老字號嚟講，佢哋唔係冇生意，而係啲生意額根本追唔上租金、人工同食材成本嘅加幅。當一間鋪頭每日開門，第一件事要諗嘅係點樣賺返嗰幾萬蚊日租嘅時候，佢仲有點樣嘅心思去改良菜式，去提升質素？最後只能夠偷工減料或者加價，結果就係客人流失，進入惡性循環。我哋成日講軟實力，其實香港嘅打冷、避風塘炒蟹、地道粵菜呢啲就係香港嘅軟實力。但呢啲軟實力係需要空間去生存㗎。當一個城市只剩返富豪飯堂同兩餸飯嘅時候，呢個城市仲有咩魅力？遊客嚟到香港，佢哋想睇嘅係一個多元化、充滿活力嘅飲食天堂，而唔係一個連鎖店同廉價快餐橫行嘅城市。如果連生昌呢種有幾十年歷史、有穩定客源嘅鋪頭都生存唔到，咁嗰啲有熱誠、想創業嘅後年人，仲點敢入行？以後嘅香港，
可能真係會變成一個極端化嘅社會。富豪繼續喺佢哋嘅高端會所、私房菜入面享受精緻生活，而一般大眾就喺街邊買兩餸飯，或者星期六日成群結隊去深圳揾食。中間嗰種體面、舒適、有尊嚴嘅中產消費，會變得越嚟越稀缺，甚至成為一種奢侈品。呢個唔係單純嘅經濟問題，而係一個社會文化嘅流失。講到尾，生昌嘅結業係俾我哋嘅一個最後警告。如果我哋仲係覺得只要靠效率、靠減成本就可以救到香港飲食業，咁我哋就真係太天真。當情懷被驅逐，當人情未被視為負累，當多元化嘅消費層次崩塌，我哋失去嘅唔單止係一碟好食嘅滷水鵝，而係香港呢個城市最引以為傲嘅生活方式。大家下次經過大圍，或者見到你心愛嘅老店仲開緊嘅時候，去撐下啦。雖然話市場規律係殘酷嘅，但在能力範圍之內，支持下嗰啲仲肯堅持手藝，仲肯同你傾兩句嘅餐廳。因為呢嘢一旦無咗，就真係唔會再返嚟。唔好等到全香港只剩返嗰幾間大財團壟斷嘅連鎖店，同埋嗰啲貴到離譜嘅名店時，先嚟感嘆香港冇咗以前嗰種味道。2024年，我哋正面對緊一個好大嘅轉型期。生昌嘅執笠係呢個轉型期入面一個好痛嘅傷口，佢提醒我哋中產階層嘅消費萎縮正喺度重掃緊呢個城市。效率雖然贏咗情懷，但最後贏咗嘅人係咪真係過得開心咗？當我哋食緊嗰盒36蚊由中央工廠出品嘅兩餸飯時，唔知大家會唔會懷念起以前喺生昌入面嗰陣陣嘅滷水香味，同埋嗰種雖然嘈雜但充滿人氣嘅香港精神呢？呢場中產崩塌嘅風暴唔會咁快完，生昌只係其中一個倒下嘅巨人。喺未來嘅日子入面，我哋可能會見到更多熟悉嘅名字消失。呢個係時代嘅無奈，亦都係我哋必須面對嘅現實。香港飲食業嘅未來係會喺廢墟中重生，定係會繼續向極端化邁進？呢個答案可能就喺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嘅選擇入面。如果大家仲想喺香港揾到嗰份啱啱好嘅感覺，可能真係要珍惜當下。2024年嘅香港其實唔係無錢，而係錢嘅流向變咗，財富集中喺少數人手上，而中間嗰層人嘅購買力同消費意欲正被高昂嘅生活成本、移民潮同埋外來競爭不斷蠶食。生昌嘅離場只係呢場大戲嘅其中一個章節。當效率徹底驅逐情懷之後，我哋剩低嘅除咗飽腹感，仲有啲咩？呢個問題值得每一個中意香港飲食文化嘅人深思。生昌嘅老闆喺接受訪問嘅時候，雖然有不捨，但也有一種解脫。可能喺呢個時代，堅持情懷真係太攰啦。2024年嘅經營環境對佢哋嚟講係一場唔對等嘅戰爭。既然贏唔到效率，亦都唔想放棄質素，咁體面咁離場，可能係最好嘅結局。但我哋呢班留低嘅人，點樣喺富豪飯堂同兩餸飯之間揾返屬於我哋中產階層嘅嗰份尊嚴同生活質素，先係真正嘅挑戰。最後，我想同大家講，生昌雖然執咗，但佢代表嗰種香港製造嘅拼搏同埋對品質嘅執着，唔應該隨之消失。即使世界變緊，即使效率大晒，我哋內心深處始終都會為嗰份人情味留一個位。希望有一日，我哋唔需要再擔心中產崩塌，唔需要再喺兩餸飯入面揾安慰，而係可以真正坐低，好體面、好舒服咁食一餐代表香港精神嘅飯。呢個2024年注定係香港飲食業重新洗牌嘅一年。由生昌嘅警號開始，到兩餸飯嘅遍地開花，再到北上消費嘅不可逆轉，每一件事都喺話俾我哋聽，舊嘅模式已經死咗，新嘅模式仲未建立。喺呢個青黃不接嘅時代，我哋唯有保持清醒，認清呢個效率驅逐情懷嘅現實，然後努力喺呢個裂縫入面尋找生存同生活嘅平衡點。生昌嘅故事唔係一個結束，而係一個時代嘅轉折點。佢話俾我哋聽，香港已經唔同咗。大家諗下，以前我哋細個嗰陣，
屋企人帶我哋去食呢啲潮州酒家，係一種獎勵，係一種生活嘅儀式感。你睇住師傅騙我，睇住啲熱騰騰嘅點心上台，嗰種期待感係而家掃 QR code 點餐永遠比唔上嘅。2024年嘅細路，佢哋嘅回憶入面，會唔會只得返連鎖快餐店嘅炸雞，或者係屋企樓下嗰間兩餸飯？如果我哋唔再重視呢啲中產消費嘅文化空間，我哋下一代對食嘅認知就會變得好貧乏。生昌呢類店鋪其實仲承載住一種社區功能，街坊喺度聚腳，老人家喺度飲茶傾偈，呢啲都係無形嘅社會資產。當效率將呢啲空間全部抹殺之後，社區嘅連結亦都會變得薄弱。你喺兩餸飯鋪頭唔會同隔籬位嗰個人傾偈，大家只想快啲食完，快啲返屋企。呢種社交疏離亦都係中產崩塌之後嘅副作用。一個城市嘅厚度係由呢啲細微嘅人際互動堆疊而成嘅。當所有嘢都追求快、平、準嘅時候，城市就變得平庸，變得冇趣。生昌嘅執笠亦都反映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傳承。好多老字號，下一代唔想接手，因為太辛苦，利潤又唔高。喺2024年嘅香港，做飲食業真係揾命搏。如果你要做得好，你就要付出極大嘅心血，但回報往往同付出不成正比。相比之下，去做金融、做專業人士，或者甚至係做個 call，可能都比做一間老牌酒家老闆嚟得輕鬆。呢種人才嘅流失，亦都係導致中產餐飲崩潰嘅原因之一。所以，當我哋睇到生昌執笠嘅新聞，我哋唔應該只係感慨一下就算。我哋要睇到背後成個社會、經濟同文化嘅連鎖反應。效率係咪真係萬靈丹？當效率將我哋最珍視嘅嘢都驅逐出境嘅時候，我哋係咪仲可以咁自豪咁話香港係一個國際都會？2024年係一個令我哋重新審視價值嘅年份。生昌嘅故事提醒我哋，有一啲價值係唔可以用金錢同效率嚟衡量嘅。但遺憾嘅係，而家嘅香港好似已經無咗容納呢啲價值嘅空間。由生昌嘅景號到富豪飯堂同兩餸飯嘅兩極化，我哋睇到嘅係一個正在失去靈魂嘅飲食市場。希望呢篇稿可以帶俾大家一啲思考，唔係要大家盲目去支持老店，而係要大家明白，我哋嘅每一個消費選擇，其實都喺度營造緊我哋城市嘅未來。如果你唔想以後只有富豪飯堂同兩餸飯，咁就請喺仲有機會嘅時候，去尋找嗰啲真正有心、有質素、有人情味嘅餐廳，俾佢哋知道喺呢個追求效率嘅時代，依然有人懂得欣賞佢哋嘅情懷。生昌雖然不在，但希望嗰份對味道嘅堅持，可以喺其他地方繼續發芽。2024年嘅香港飲食業雖然困難重重，但只要我哋仲識得珍惜，仲有一線生機。生昌嘅警號係要我哋醒覺，唔好俾效率徹底驅逐咗我哋嘅生活情懷。香港人加油！